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嘛是互人看到心肝结归球。顶个月16号，中正大学一个硕士班的黄东学，疑似是因为注这个高端疫苗，6天后骑后倒摆突然间来瘫软，倒伫个路边，出现着严重的不良反应。华视新闻独家摕到画面，当时这个黄东学是规个人倒伫个土骹滚凉，看起来真无爽快。 了后人就昏去了，一直到今拢也未精神，目前也未证实甲注这个疫苗有关系。伊的爸爸是真伤心，讲后生身体真好，嘛拢会固定来做运动。即摆只会当摕伫个病床顶，严重者阁有可能会脑死变做植物人，伊是真心疼。啊，这个代志发生了后，政府嘛拢无人来关心，伊是真切心。 我还要继续奋斗，为了孩子。这个想到后生，这个黄先生真伤心，因为伊想袂到讲平常时遮健康的囡仔，伫注完高端疫苗了后，雄雄煞昏去，到即摆也未精神。政府对这个高端这个疫苗，简直就是把人民当作白老鼠在试验，太可恶了，真的。 行车记录器有完整记录到迄一天的情形。这个桥倒摆的人，向向对着涂骹，规身躯拢软高高，爬袂起来。这个25岁黄东学读中正大学法律研究所，平时伫学校表现真好。伊伫9月70日头一剂高端疫苗，6天后桥倒摆，等红顶时雄雄煞昏去。有做过2摆手术，也毋过情形拢无较好。孩子很有可能最好的情况是醒过来。 但半边瘫痪，那最惨的是怎么样？我们不敢讲，就是醒不过来，就是变成植物人。虽然目前也无都证实讲甲预防针有关系，也毋过黄先生出面控诉政府伫这段时间拢无伫关心，连救济金的申请嘛拢也未落来。即摆2个阿某为了照顾这个后生，无法度去上班，生活强要出问题啊！ 中正大学特别设立捐款的口座，希望会使帮助因渡过难关。黄先生只能等待基情，希望伊后生会使早一天精神。